看卖。我感觉我即摆摕回来煮啊。哦对啊，阮的汤头就是拢用这个冷锅去控，逐工透早拢爱控1点钟安尼。头家摕我背啊！爱甲你背无？头家摕我背啊！爱甲你背无？我甲你背，我甲你。好很好，嘿啊，超冰哈，赞。单恋爱的感觉。你是讲香调呀？香，这香没有？香咩？气味来。麻辣的。为啥你？无香味啊？我这是沙杯。我一边看卖。你看嘛，差有差。真好啉，好啉吼。嘿啊，逐工汤头拢控1点钟，口都控出来。嘿啊，而且这肉吼嘛无甲煮甲伤老呢吼。系啊，看卖。麻辣气味袂歹嘛。但是这款问题你下呢？你看，因为我不有你食看嘛。是这是挑剔的对吧？我是感觉这你较记会咸。哦。情感内底点麻辣的。试看卖。我感觉我即摆摕回来煮啊。今晚是阮的迄个胡麻乌龙面，嘿，啊就是阮的战旗乌龙面，啊顶过去淋迄个胡麻酱，啊食起来较清爽安尼，嘿，啊阮就是拢无其他的多余的调味料啊，阮就是拢加单纯胡麻酱，啊会使加这个泡菜，是大人食这较开胃。对，有当下大人无胃口，就使食这。啊，那寒人咧？寒人就是一定爱食阮的锅烧，那汤头上烧。来洗的时阵咧？来倒？来洗的时阵。来洗的时阵。后尾欢迎后尾科技大学的学生来铁基路，后面来五间厝。来五间厝。铁基路附近的五间厝。铁基路附近。而且学生啊加面免钱。豆干厝。无啦，大家食面加面免钱。鱼啊加钱。菜店啊。哈。几点啊？5间厝啦。5间厝啦。这为啥叫回来厝？阮是5间厝。你为啥要叫回来厝？为什么哦？因为5间厝，像讲就是号一个好尾旧地名。哦。系啊。咱细份就好尾人吼。嘿，我就自细汉就拢好尾人。讲你真少年吼。系啊。27。28伫厝里。嘿，28伫厝里，28无伫遮。自细汉就真爱煮面哦。无啦，阮是大学的时阵，进前伫台南遐读册。嘿，读大学啊，迄边是做者锅烧意面。嘿。台南应用大学。哎，对，你哪知？有诶。哦，有啊，这厉害。伫阴空研坊那边啊。你是毋是一透早就用这个冷锅来煮汤？哦，对啊，阮的汤头就是拢用这个冷锅去控。逐工透早拢爱控1点钟安尼。系啊系啊，你对新民支持无啦？我早是有来啦。马祖甲我探望。头家你大概是读啥物？生物科技？读迄个旅馆管理。哦，你都读贵州薏米哦？无啦，饭店的啦，饭店管理啦。台南应用大学贵州薏米。贵州薏米，无这科啦。
妹妹，恁哥哥真好煮面呢。妹妹，为什么爱用恁哥？爱直接芳加芳精就好啊，较省成本啊吼。做人实在啦。